Hello， 你好，我叫 Rosa 韋羅莎，係一個演員，一個戲劇老師，一個4歲小朋友嘅媽媽，人哋嘅老婆，我阿媽個女，一個細妹，仲係一隻狗同埋一隻鸚鵡嘅主人。唔知你又有幾多個身份呢？相信喺香港，每10個人有10個都係咁壓力又點會少呢？而當我哋每日無時無刻同呢啲身份無縫交替嘅時候，有冇停低過感受一下自己嘅呼吸，理過自己嘅情緒，問下自己 Are you okay？ 好少咧，手機用耐咗都要充電啦，點解人唔需要呢？今次好多謝嚟自新加坡嘅 OCBC 邀請我去製作呢一段錄音，等我響接住落嚟嘅幾分鐘可以同你傾傾偈，幫你充充電。係啊，係同你傾偈，你可以回應我，而我又會想象你嘅回應係啲乜嘢。好奇怪咧，可能因為我係一個演員啦，我成日都要咁做。不過首先我想分享一個我嘅經歷。記得我仲喺演藝讀緊書，喺一次舞台劇演出緊嘅時候，我出咗一啲狀況。排緊戲嘅嗰段時間，我同時要趕論文，屋企當時又準備要搬，加上仲有其他功課要返 part time， 而排戲又唔係好順暢，因為有好多未明嘅嘢，但係我又唔問，10萬樣嘢同時發生緊，而我就淨係顧住做好每一件事，忽略咗做每一件事所帶嚟嘅感覺同埋影響。而就響首演嘅嗰一晚，喺我做完第一場戲行入後台嘅時候，突然間啲情緒不受控咁樣湧晒出嚟，我不停喊，個腦有好多聲音，我好驚，有好多問題，但我同時又要聽住個戲，差唔多到我嘅時候，我就要收拾心情，印一印乾眼淚，補一補妝，然後出台做戲，搞到後台嘅人都好驚，唔知點算。做完自己嗰 part，又行返後台繼續喊。我當刻嚴重到質疑自己係咪唔適合做演員，係唔係有缺陷？我而家呢個狀態會唔會走嘅之類咁嘅諗法不斷湧出嚟。我根本唔係喺台上面同演員交流緊，我唔係做緊我應該要做嘅嘢，只係頂硬上，交咗差就算，所以做得非常差。之後幾場係有少少好轉，但係都唔係響一個最佳嘅狀態。成個演出完咗之後，我同我當時戲劇系嘅老師講起呢個經歷，我話今次嘅演出係一個好差嘅經驗。佢糾正我，好用心咁樣開導我，話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 因為我好實在咁樣感受到個人嘅狀態係點樣影響緊我作為演員嘅工作。係佢教識我梳理情感嘅重要性，係佢令我明白我未搞好我嘅架撐就攞去開工，後果可以不堪設想。然後我諗，其實唔止係演員，無論你做緊咩行業，用嚟開工嘅架撐都係你自己。我好希望將呢個咁有心嘅方法分享俾每一個用心生活嘅人，所以而家無論我有幾忙，都會堅持開戲劇工作坊，同大家分享我學演戲嘅過程。學緊嘅其實唔止係點樣演戲，而係點樣對待自己。希望真真正正做到用心幫有心人，以生命影響生命。我一直想將嗰位老師用心教我嘅嘢同我嘅學生分享。我同佢哋講，當你能夠養成同自己傾偈呢個習慣，慢慢你就會學識點樣去聽，點樣去感受自己，點樣去梳理自己嘅問題，點樣調整自己去返一個良好嘅狀態，去面對工作，面對生活。好啦，我哋係時候又傾下偈啦。都市人每日行程滿滿，每朝求其食2啖麵包做早餐，返到公司開始用腦做嘢，然後放工趕車返屋企。當然啦，中間仲有好多林林總總嘢要處理，但我嘅意思係，
你有冇一刻停低過，拍一拍自己嘅膊頭，同自己講聲喂 ，thanks， 辛苦晒。而家係咪諗緊自己有冇咁樣做過呢？喺我嘅工作坊入面，我經常強調兩樣嘢，就係幾時都要對自己溫柔，幾時都要對自己誠實。你副計一直聽使聽話，但係當佢夠皮開始頂唔順嘅時候，你要知道，要承認，然後回應，咁樣先至係照顧緊你自己。點樣回應啊？不如就而家試下。首先，合埋雙眼，深呼吸一下，然後感受一下身邊嘅環境，再嘗試將個 focus 放喺自己嘅呼吸。可以嘅話，將隻手放響個心，感受下佢嘅跳動，然後同自己講 I am still here. I am okay. Thank you。 係㗎，任何人都要好好睇住自己副架撐，因為呢一樣嘢先係你最需要去理嘅。而當你識得好好咁樣對待自己，自然就可以做到用心幫有心人。我好希望呢段短短嘅錄音幫助到你，令你放鬆啲啲，舒服啲啲。好多謝你同我傾偈，你都要多啲同自己傾下偈啊！拜拜。